沙陆上警报已经解除，不过风雨还阁真大，阵14县市豪雨特报有个下暗才会解除海上警报。风台侵了高雄山区，体力1800多人，南马社顶5个区也停班停课，另外屏东3个乡有1000多户失电。成功岭传出社北意外一个新兵咧练习的时阵，目睭倒泪着伤，恐惊会看无，目前正咧调查原因。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23中昼新闻，我是麦尚莹。这粒花加沙风台呢，已经加对中国去。气象署今仔日早起8点半的时阵，已经解除陆上风台警报，也毋过即摆呢受到这外围环流的影响，目前是针对全台湾14个县市来发布大水雨的特报，其中花莲甲台东可能落雨时会落真凶。来听气象署11点40分上新的说明。在强烈台风华加沙的影响之下，整个东半部地区、高屏山区还有北部山区的雨正持续的下，而气象署持续针对西北太平洋上第18号台风强烈台风华加沙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台风在中午11点的位置，来到鹅銮鼻西南西方大约380公里的海面上，依旧往广东的海面在移动。目前我们所发布海上警报的区域是它正在影响的巴士海峡、东沙岛海面以及台湾海峡。从雷达回波上看到，不论是台风的环流或是外围环流带来的云系，不断的影响我们。中间有旺盛的对流云系，这些旺盛对流云系，不论是在海面或陆地上，都会造成有瞬间的强降雨、闪电、雷击、强阵风或是其他的剧烈天气。而这样的回波，从早上到目前为止，宜兰、花莲、台东、屏东不时的会出现时雨量40毫米以上的降雨，甚至在花莲、台东山区以及屏东的山区，也有不少地方3小时的雨量超过100毫米下。所以从低量降雨预报上可以看到，在今天白天低量降雨预报。那当然，至于整个西半部其他地方，今天雨量也多，有一些短暂降雨的情形。今天白天、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这段时间，降雨其实在这2天的降雨热区，雨还是持续的下，只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大降雨的范围稍微小一些。而到了明天白天以后，受到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原本明显降雨的地方还是持续下，只是雨势可能稍微缓和一些，而且它各地雨量也是多，有些局部短暂降雨的几率。今天在花莲山区、台东山区和屏东山区可能会有大豪雨或超大豪雨，这3个地方也是我们列为降雨警戒的区域，这些地方可能会有超大豪雨出现，请这边的朋友们要特别的小心。好，来看即嘛受到这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伫宜兰的这风雨嘛是真大阵。今仔日早起，真侪带囡仔上课的家长呢是见风受雨，安尼真怨叹。山区南澳甲碧校等学校呢，拢总是有9间规气全家己临时来宣布停班停课，减少交通的风险。赛车送囡仔上课，雨路啊拢愈袂清，会当知影风雨真大。受华加沙风台外围环流影响，全国部分县市宣布停班课。宜兰风雨也袂小，也毋过因为无伫警戒范围内，无宣布停班课，影响袂少接送囡仔上下课的家长。小朋友来上学，觉得这样子会不会有点危险？很危险，很危险哦。对。刚刚又骑山路这样子嘛，对不对？对啊，很蛮大的。呵呵，会不会觉得这样子带小朋友上学这样有点危险？会啊，但是开车都不会。有家长不满这款的风雨无停班课，真正真危险。落车的时，雨伞拢开花啊，足期县政府的应变能力。宜兰的风雨除了变地大，山区搁较大，也有交通中断的记录。南澳北溪溪水涨起来，都惊雨势搁大，溪水会冲击山区道路。宜兰山区学校包括南澳碧校等小学，幼儿园甲南澳高中有9间学校，23早起临时自行宣布停班课，为避免学生上课受风雨也是交通中断的影响。宜兰县府9点起因应风雨3起开设。那我们也持续的掌握中央气象局的预报，包括风力跟雨量。也没有达到停班课的这个标准，但是我们都还是要求我们所有的局处包括像水质处对于水的一个处理
交通处对于交通以及道路的处理。县政府表示，根据中央气象局预报，依然无热地警戒区风力甲雨量也拢无达到停班课的标准，也毋过各机关会继续联系，做好应应措施，依照天然灾害停班课规定，社区会当以风雨状况来决定敢是停班课。县政府拢伫第一时间甲好好关心掌握，也继续警戒原来防灾情形。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这风台已经走对中国去，也毋过即马台湾这雨水也是真高。气象署评估这高雄山区呢，有可能会超过400毫米。市政府已经大声予山区来撤离1835个人。南马社、桃园、茂林、六股甲甲山这5个行政区呢，今仔日嘛拢停班来停课。另外，山区的道路呢，嘛有新封路管制，所以提醒民众唔通入去。受到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高雄山区的雨插地，自22暗时就开始刷刷到，23透早雨是愈落愈大阵，尤其是桃园区，早起10点，24点钟累积的雨水量已经超过260毫米。市府表示，因为气象署评估，高雄山区的雨水量会超过400毫米，22下晡先针对山区做预防撤离，拢总撤离1835人，而且桃园、南马社、木林、六股、甲山这5个行政区，23也拢停班停课。剑山目前开始下雨哈，昨天都是下停，下又停，这今天开始都比较大一点了。往这边呐，这几头啊。对了大型撤离山区民众，市府嘛伫市区道路加强巡检，避免路树倒去影响交通。山区的部分公路局嘛伫22暗时10点，针对第20线、第27线、第29线的重要路段进行封路管制，同时派人加强巡视。有公路人员巡查之后，那我们先解除了台29线那马下到五里埔，还有台29线三明火，以及台20线甲仙到老农3处的预警性封闭。目前尚有5处的预警性封闭路段。气象署持续对高雄山区发布大水雨的警报。高雄气象站表示，这2天山区的天气不稳定，随时拢会上大雨，请民众若无必要，暂时莫去山区，避免发生危险。记者郭家祖、赵阳高雄场报道。来看台南这顶一道丹那市的重建也未完成，也毋过即阵的这花甲沙风台搁互工程，搁再来延后啊。即摆有里面呢是因为厝无通住，所以转伫活动中心困涂骹来过暝。7股区公所表示讲，目前呢是有8成外拢已经修理好势，后手会搁继续来追踪进度。顶回丹那些风台到即阵已经2个月尾啊，不过煞也有人逐工咧活动中心过暝，包括昨项花甲沙风台来。咱做歹叫工啊，你敢知？啊，即马你叫人刷过来，就得一直刷，刷到这阮上尾啊，连估价到现在都还没估嘞。丹那是啊，到现在了。啊，不然呢？睡到全身痒到都不能再痒啊，就是。他那个都有蚂蚁在爬，也没办法啊。反正就是要克服啦。实际来看，因即摆徛起的状况，有挂桌顶搁也未堪，规个厝体也搁哩哩落落，有住户暂时先甲新竹牌啊甲新尊请去厝边摆咧停下卡。风太较紧啊！各位啊，对即摆遐无人，即摆先搬来对面遮。敢叫民间来看的。有民众虽然是已经有钉砍铁皮厝遐，不过亲像即摆风台来，雨落大阵，共款的涉水，互伊真无奈。啊，阮都打修理好呢，开完那个老娘阮这拢换个换开啊。修理的工程是一直咧进行，但是因为工班工课实在太济，排拢排袂赴，当着歹天就爱搁休困，地需就牵着居民的修复时间。7股区公所强调，即阵已经有8成外拢修理好势，只是有部分工程实在嘛是爱照白班。房子受损后修复的成果然后被高想啦，还有种被高想，因为经过2个月之中的时候，有时处期让住户改进修缮的，有时透过公所市府咱水利局地震局、交通局下面好监班，拢总15个监班来协助安尼即目前修缮都还不要去啊。顶届风台，佮加上西南气流，互沿海居民受灾真严重。到即摆也佮有好无完全，嘛无怪讲，即摆当地民众若听到风台来，心内难免悲哀，心情是错雷弹。记者是台南采访报道。即届这风雨是不哩啊大阵，伫新竹市东区呢是有人围墙倒去，一寡砖落落来，搁去击到路边的车辆。警方判断这个意外呢，应该就是天灾造成的，加在是无人员的伤亡。
路边的树叶啊，互风吹甲摇来摇去，雄雄透一阵强风，就一表像为敢若是因为挡袂牢风势，雄雄倒去，现场拢是白色的烟尘。路边经过乌托摆，赶紧动车了后闪开，就连原本停在边仔白色货车，也赶紧驶走。倒入个墙围，当场缀着一台轿车，好佳在车顶无人。风很大啊，风很大。昨天比较大吧，那个算走廊嘛。看走廊就是好像就不能停嘛，而且他们好像也有标示嘛。新竹是风城，原本风就真透，受花甲沙风台影响，风势比平常时更较强，造成新竹市东区南大路附近的私人土地墙围倒去，警方接到通报，伫现场有封锁线。警方到场后发现该部停放于私人土地上的自小客车，因旁侧围墙不堪强风吹袭，突然倒塌遭压损。警方在确认现场无人伤亡后，立即在周遭架设安全封锁线，并开立其他案类报案证明单，协助双方当事人处理后续赔偿事宜。警方初步判断墙围倒去是因为风伤透造成的，后续会通知墙围的管理人员到案说明。好佳在规个事件并无造成人员受伤。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另外来看，嘉义地区这个风台呢，并无造成大影响，也毋过这东石沿海饲蚵仔的蚵农呢，要是惊这海涌会去害着这蚵仔的成长，所以量早甲收起来。当地这蚵农是讲，这阵啊蚵仔呢是真无简单，有较大面，希望莫拍歹中秋的绩效。渔民驶到鱼排啊，伫海面上咧无用做工作，蚵寮内底蚵农嘛赶紧处理，因为风台抢上转来蚵仔。蚵农讲，前一阵仔天气较好，蚵仔有较大，惊即届风台的海涌会去惊到蚵仔，所以也是先抢收，以免佫产生损失。这风台影响到咱家己的较少受害，咱的事先哦，拢会先去采收一寡转来，万一啊拄啊风涌入来，会减少损失的。即届花甲沙风台对家己地区无带来严重的灾害，但是家己县东石沿海的蚵农受到进前当那些风台的损害，也未完全复原，所以才会惊即摆花甲沙的风台会去影响到线内中秋要收成的蚵仔。那即摆蚵仔佫足肥，是，惊风台来了，蚵仔佫散。蚵农表示，即摆因狗的价销，挂壳的蚵仔一斤是80到90块左右，蚵仔嘛是1斤170，价销正常。加在即届花甲沙对因的影响无大，若是会当好天一直到中秋，时到蚵仔收成的品质应该会袂歹。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再来看这中华农民呢，嘛是同款，因为花甲沙风台带咧等，那是因为整日转的这7月大水雨，已经互葱仔甲盐水霜冻甲真严重啊！即阵啊，这葱仔呢，你要会当收成，所以大家呢是足惊因的心血会搁再乌有去，而且嘛因为产量真少，即阵啊这葱仔甲盐水呢拢真贵，所以餐厅的业者只通欠啊用。农民伫田的损失，因为7、8月大水雨，和中华的葱仔产量减真济，即阵仔的价销悬甲惊人。虽然花甲沙风台无直接影响中华，农民嘛是真烦恼风台会带来灾情。大概种了2个月左右了，然后大概还要1个多月可以采收。没有灾害的话，价格可能到中秋后续会慢慢会下来这样子。现在葱的批发价大概是240啊。除了葱仔价销悬，盐水同款因为7、8月大雨影响，损害严重，起悬价。根据农粮署市场交易的资料显示，拜二葱仔1公斤的平均挂价是244块1，盐水是380块6。餐饮业者就表示，成本实在上悬，嘛只好欠啊用。葱还没降下来，台风又要来了，不会说少到很多了，就是稍微少一点点的。客人在现场需要被矮，我就来参啊那样。这样说今天卖菜，有讲伊今仔无爱卖啊，伤贵吼，伊就无爱卖啊。那个香菜就是涨价，老板娘会有限制吧？台湾7、8月大水雨和菜色价销直直起，尤其葱仔甲盐水的价销起上济。餐饮业者无奈表示，希望风台莫阁带来灾害，和农业生产甲市场的价销会当早一日恢复稳定。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好，即马即条花甲沙风台呢是当咧了乱咱的海边，昨伫咧金门是来扇11级的风，也毋过所有10外只的中国渔船呢是无咧惊风影，佮驶入咱的海域来掠鱼。民众伫咧岸边呢，迄5青旗是看甲清清楚楚，因为咱的海巡为着要维护咱的海域，要求着爱出海甲赶走。海边内底飞龙机准备要降落，去互风扇一个抓咧海。
要飞到跑道的时阵，毋若无伫咧中心线，其实佫起一边。这只原底要降落伫咧金门机场的飞行机，敢若当扭起佫停飞。风台花加沙为了真惊人，金门22透11级的强阵风，毋若飞行机受到冲击，因为海顶天气歹，有要60只商务货船伫咧金门的外海避风台。有部分的船因为无法度入去厦门拍定的所在，所以紧急申请伫咧金门的海域暂时休伫遐。机场外海这些货船是因为台风的关系，所以这个可能今天就会离开了。台风警报解除，他们就会离开了。不过，金门的风上海域煞出现10多只中国渔船，趁机会下界偷掠鱼仔。风险是真大，民众伫海边就会当看到中国的渔船仔顶悬插5彩旗，因是赶紧通报海巡，为了要阻挡中国的渔船仔下界掠鱼仔，甲违规点伫遮的商务货船。外口透风落雨，风险更大，海巡22暗时要是出港去赶赶。这里不是马泊区，请你立即马上起锚离开。金门海巡队181艇在深夜21时50分，顶着10级风浪出港，在金门母语东方海域，冒着恶劣海象，总共驱离10艘大陆籍船舶。金马批分数强烈谴责中国的渔船仔伫风台内阁透明下过界来掠鱼仔，毋但真危险，嘛增加救援的难度甲风险。所以会等天气较好，或者是风台过了后，加强处理下界掠鱼仔，或者是违规点伫遮的船仔，来维护咱国海洋的权益甲海域的治安。记者综合报道。海巡署的台南查缉队呢，前几日也是发现一只外籍渔船挂咱国的旗仔，嘛无开这船仔的识别系统。这上船顶检查了后呢，发现讲这船顶呢竟然有超过718公斤的毒品。今麦专案已经移送地检署来侦办。接近该艘可疑的船只，准备进行登检。伫寮片头西南方大约128海里的公海海域，咱国海巡人员发现可疑的船只，造成几下摆警示声示警，因为对方毋那是加速逃走，甚至冲入咱国舰艇。船队了，你们3队，停船了。一直到达到1点钟，海巡人员找到机会，紧紧跳起哩，下令对方停止行动。13发现的这只外籍渔船，那关掉船的识别系统，搁调港挂咱国国旗。一查才发现是一只为柬埔寨出港的山姆渔船。这什么？不知道啊。这叫大麻。大麻，找来这套，还所有东西都给清出来。船顶4个人拢是中国籍，问什么拢唔知。因过到8点外观亲像风水地啊，有48地调查发现，干那离轨毒品大盘就超过472公斤，一级毒品也有209公斤，期待超过15亿。杀鸡的过程堪称戏剧性我们原本是要抓头骨，那结果抓到。台湾毕竟是毒品的输入国，像这类的毒品啊，来源还是属于东南亚、中国大陆这部分也是会有运输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但是以这个案子来说，因为它从柬埔寨出港，那船上有那么大宗，所以其实基本上我们初步判断它是母桶的一个状况。海巡署已经报请台南地检署扩大侦办各项顶面调查，因过专家也点出，目前想要偌济海上毒品伫金宝江下密密村的调查，甲执法强度恐惊都没人挑战。即便你掌握那个船舶的方位，你要上去查的时候，不知道说哪边有密窝或密藏，都是叫瞎子摸象。所以说，就是很仰赖就是执法者的经验，怎么样运用我们的强制力，包括最后不得已的武器行使的问题，一直以来呢都很困扰我们。专家认为，进前金门2014事件已经互前线海巡人员感觉压力，呼吁政府爱护海巡器械使用条例更加接地气，希望为人员训练装备提升，到法制面拢会当有完善的讨论。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来看，有台湾人是用咱国的护照呢，要来买中国属价的航空，也就是春秋航空的机票，也毋过刷去红甲退票。这服务人员讲，因是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也毋过后来，这春秋航空呢有出面来驳回讲，就是系统有各样去，即马已经修理好势，代保证台湾护照拢会当来买票。真侪人爱去美丽澳洲，过去不少台湾旅客会飞中国转机享受俗价机票，即马却传出可能有变数。有旅客分享用咱护照买中国春秋航班坐境外航班，所被通知退票原因是证件无符合。如果真的有这个规定，影响应该很小吧？怎么说？很少做春秋啊。春秋是一个廉价航空嘛，当然很少做它。怎么可能呢？这个很多台商也有拿居住证的啊。
他怎么能够不让他搭飞机呢？春秋航空是中国属的航空公司，有飞上海浦东飞台湾桃园机场航班，也有上海飞新加坡、日本佐贺、韩国济州岛、东南亚是飞越南河内、泰国曼谷、柬埔寨金边等地。受影响是买春秋航空为中国飞海外，包含日本、泰国、南韩等地机票。台湾、中国之间使用大保证无影响。民众问春秋航空客户得到初步回应是讲，因为一种原则。要这样子方式，那我很简单，我就不搭乘你的，我搭乘别家的嘛。也不因为你春秋航空又是廉价空，我可以到东航、南航啊。但是政治意味会比较像一个现象是，会不会引起其他的效应？那会还有影响到什么？影响到有些我们要从台湾飞欧洲的班机，可能从中国大陆进去，它票价会比较便宜。针对消息，陆委会初步表示，咧了解具体状况，对相关消息引起讨论。春秋航空透过公关回应，未甲政治发边，是因为系统故障，才无法度买票，一直到2日中昼已经全部恢复正常。咱的护照大保证拢用正常买票，亲像为中国要出境到第3国，就是用大保证离境，到第3国搁用咱的护照入境。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咱桃园捷运的来回台北的这英国直头的车呢，是无停 A7的这体育大学站的，也毋过这坐车的人有影是真侪，这上班时间的排队是排甲热长，所以即马捷运公司是宣布，甲透早7点41分本地无停 A7的车改做是每一站拢会停。上班时间来到机场捷运 A7体育大学站，规个车站拢是人排队排甲热长，这是旧山要去台北上班的民众，逐工拢爱面对的问题。因为 A7上班的人住进来的人非常多，然后再加上班次的间距真的太大。所以说，那个每一班真的是挤的，是真的都很夸张。而且目前桃园旧山区就干那 A8中间病医站有直头的车帮，经过 A7体育大学站的人过无停，这互民众感觉真无公平。这里搭车的人也蛮多的，对，所以会觉得有点为什么 A8有那 A7没有的感觉。为着要解决民众的问题，机场捷运宣布对10月份开始取消透早7点41分 A8中间病院这撮直头的列车，这班会改做每一站拢停。不过有议员指出，安尼做法无度真正解决问题。这只是暂时的做法，根本的做法是要同款换系统，买车厢增加班次，这是咱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法啊。那有关于桃捷公司增购列车的进度，因为车载号志系统有部分设备已经停产，那经过扩充系统的报价高达新台币110亿元。那我们后续将视整个运量的一个成长状况，滚动检讨列车增购的需求。桃园捷运表示，若是要买新的列车，就需要甲规套旧的号志系统换掉，是大笔的经验。而且目前这套旧的系统评估阁会当用20档，所以未来会思考配套应用。目前优先考虑透过取消直头的车帮，也是增加车座来改善通勤问题。记者陈亚轩、林旭凯台北报道。来看这高雄北投所伫今年年初的时阵呢，去防偷盗废弃物，有7个偷盗的人呢是无伫咧期限内底甲清好掉，所以昨环保局已经先去甲清啊，后手会甲行为人来讨处理费用，追究责任。细只怪手甲带伫咧土地废弃物卡入去太空包内底，装填了后，才阁用大只怪手吊去边仔囥，准备再去处理厂。北投山防偷盗的废弃物，7位行为人无伫限期来清完。2日透早，环保局随派怪手来乌土装地。环保局讲，受影响的土地有3地，总面积大约1000多平方，因会正式发文予地主限期清完。因为其中1地是市府的，会当代行来清。对出款团认为，行政定数来去伤了时间，市府爱直接申请，唔通搁等。我拢袂食袂困真呢，我若听到风甲雨要来啊，污染就伫遮，阮逐工就暴露伫即个环境的迄个危险的当中啊。是啊，阮希望政府爱随甲阮清好。环保局表示，因为清运的费用爱甲行为人甲地主讨，所以有一定的行政定数。若是无来清，由市府代替清运，后续的费用会当强制执行，甚至拍卖这2块土地。环保局强调，因为无共的废弃物处理费用也爱分开算，亲像阿鲁米的废弃物一栋就爱4万，现场到底带偌深，量有偌济，爱开偌济钱，拢爱等全部处理好势才会知。要等到整个开挖出来的数量
好，然后再看一下它的种类，好之后才有办法很详细的去评估。这也是为什么要代理询完之后，我才会能够把真正的所有的执行的一个金额，然后再跟所谓的行为人或者是地主来这边要求缴纳多少钱。对了，清运速度要紧，环团也碰现场的保护措施无做好，遮侪篷布拢破空，若是风台雨搁落落去，污染物会对咧渗入去土地。环保局表示，这部分有要求施工人员要加强改善。记者邝家族、柯兆勇、高永昌报道。消息，咱要先来关心的是，自9月中到今日，这罗西亚就开始派无人机去攻击波兰、罗马尼亚，还有爱沙尼亚。今仔日这北欧呢，又搁传出有不明的无人机伫咧丹麦甲挪威这机场咧驶。联合国安理会是针对罗西亚战机侵扰的代志提出严重的警告。丹麦首都哥本哈根机场的半面是真无平静，受到几只互警方形容讲是体型真粗的不明无人机伫机场的空中登驶影响，这个北欧上无用的机场，伫当地时间日暗时8点，因为安全的理由暂时关起来，差不多4点钟，至少造成35架航班改降。几点钟后，伫挪威首都的奥斯陆机场嘛传出亲像这种事件。瑞典先驱部报道，有2个操控无人机的外国人被逮捕，但是无清楚感受和机场无人机事件有关系。欧洲的空气伫一半个月以来是真无平静，伫这1礼拜外以来，一直有罗西亚的无人机甚至是战机对北约的盟国越境干扰，先是19架无人机入去到波兰的空气，罗马尼亚嘛有。顶礼拜6礼拜，佮传出3架罗西亚的米格31战机弄入去爱沙尼亚芬兰湾的领空，停12分钟这么久，互支援北约顺风波罗的海意大利战机升空甲驱离。波兰的总理图斯克声明讲，任何飞行物只要侵入波兰，会随甲拍落来。Decyzję o zestrzeliwaniu obiektów latających my będziemy podejmowali bezdyskusyjnie wtedy, kiedy naruszają nasze terytorium i latają nad Polską. 北约同意的国家和罗西亚以各种方式起无空测试底线。北约除了启动同意哨兵行动加大防御，北约联合国安理会嘛召开紧急会议，会中爱沙尼亚的外长是提出类似的证据，但罗西亚的代表同款是讲，因的证据是伫波罗的海中立水域顶悬在飞行，无入去到爱沙尼亚的领空。这和这个开会代表是做伙强烈批评。I say this openly to Russian representative in this room. Your government's actions are reckless, dangerous, and go against the very principl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Russia's reckless actions represent not only a breach of international law, but also a destabilizing escalation that brings the entire region closer to conflict that at any time in recent years. 10当中，一架罗西亚苏凯2式战斗轰炸机，无得插人真侪摆的警告，弄入去土耳其的领空，互土耳其以 F-16甲拍落来。这么北约的态度敢要较硬咧？日一美国总统川普向媒体问到讲，若罗西亚升级行动，美国敢会出手来协防和罗西亚相接的北约盟国？对这，川普嘛，互大家一个肯定的答案。公司新闻洪如梅编译。来看罗西亚总统普廷呢，又表示讲，美国若准有同意，安尼罗西亚是愿意甲这2010年所签的新战略武器裁减条约，搁再甲延长一档。这美国白宫是讲，听起来这个条件是袂歹，也若 Trump 呢会亲身来回应这件代志。罗西亚总统普廷讲，若是美国方面也同意，伊愿意甲明年2月到期的新战略武器裁减条约，搁再延1年。Чтобы не провоцировать дальнейшую гонку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х вооружений, обеспечить приемлемый уровень предсказуемости и сдержанности, считаем оправданным попытаться сохранить на нынешнем достаточно турбулентном этапе сложившийся благодаря ДСНВ статус-кво. Полагаем, что данная мера станет жизнеспособной только при том условии, что США будут действовать аналогичным образом. The president is aware of this offer extended by President Putin, and I'll let him comment on it later. I think it sounds pretty good, but he wants to make some comments on that himself. 这项提议是普廷伫咧罗西亚安全会议上公布，也正拄好是乌克兰想要游说川普对罗西亚实施更加严厉制裁时阵，新战略武器裁减条约是目前美罗之间唯一有效的战略核武管制条约，规定双方各自部署的核子弹头的上限1550点，载运的工具上最700件，
这个条约是伫2010年开始签，2021年迄当阵的美国总统拜登加普廷同意延长到2026年。川普捌伫咧7月时阵讲，伊希望这个条约明年2月到期了，又话会当维持建立核子武器部署数量的限制。也就是讲，伊无打算要放零对美罗核子武器部署的控制。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晶片的大公司辉达的宣布投资1000亿的美金，这差不多是台票3兆，要来协助 OpenAI 来起造人工智慧超级运算中心。这个合作案呢，互人看作是推动全球生成式 AI 竞赛的一大步。今麦消息一个出来，美国3大指数是焦焦起。加州圣何西举行的 GTC 技术大会上，辉达电视上新一代的 Blackwell GPU 加 AI 运算平台，未来这款硬体会成做超级运算中心的核心。辉达宣布投资1000亿美金，大约代表3兆，协助 OpenAI 继续开发更较强大的模型。投资计划包括数据中心加 AI 基础设施建立，推动 AI 扩大能源、医疗加自驾领域。合作消息指出，华尔街反映日日纳斯达克标普500甲道琼指数日日搁一摆履行历史新高。投资人看好 AI 带动长线动能，科技股也全场起价。也毋过市场分析师认为，联准会顶礼拜虽然启动降息循环，也毋过通膨压力无退，投资人爱谨慎。The entire environment can change really quickly on the basis of, a couple of tweets coming from the president or someone in his administration means that I think investors should be playing things pretty close to the vest right now. Stay cautious. Don't take a lot of interest rate risk. Again, if inflation continues to rise as I think it may, interest rates on the long-term side of things are going to continue to rise. 辉达甲 OpenAI 合作，唔但巩固双方伫 AI 领域的竞争优势，也有时生成式 AI 会继续带动资本市场的投资。外界有估，辉达甲 OpenAI 合作会形成强大的资吸效应，带动上下游产业的投资。全球 AI 竞赛继续升悬，也互科技股成做热资金的焦点。公司新闻陈伟仁编译。来看这地缘政治呢，有影是影响到附近国家的发展。中经院是来办研讨会，学者是提出讲，这台湾呢对产业的影响是比咱想的要阁较大。也毋过，即马全球生产的模式有可能对全球化渐渐啊改造是区域化，也就是讲，这厂商的布局也要注意市场的变化。美中科技战持续升级，地缘政治成做国际上经济甲战略科技发展模式关键的因素。嘛对全球科技产业链产生冲击，也让咱台湾半导体产业链完整、地理位置伫两个强国之间，科技的发展嘛受到密切的关注。很重要的其实是制造业的能量。那美国现在因为制造业其实大部分是在亚洲，所以亚洲跟他这边合作的话，事实上就会让整个中美争霸里面把这块补起来。那相对的，中国缺乏的就是半导体这个先进的制造，所以这边其实台湾也会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学者认为，台湾研发的力量真强，对科技战的发展影响是真大。不过，因为英国伫咧同一个所在生产，再搁销去全世界的模式，伫咧关税政策甲科技战的影响之下，可能会变作是以区域为单位，伫咧内部就完成制造甲销售。台湾厂的布局就要搁较谨慎。嘛有学者分析，美国按算要甲研发生产，拢迁得去英国来应对科技战。美国有些时候其实对于这些新科技的监管使用的伦理，会遵守一个比较严谨的规范。他们的态度可能是先让大家去内卷，然后找出一个应用的领域之后呢，接下来才制定他所谓的管制的行为跟办法。美中科技要持续咧竞争，双方嘛投入大量的资源伫咧新型的科技发展，包括量子科学研究、人形机器人等等。学者提醒，台湾其实嘛有相对应的优势，应该投入更较侪资源，比人早一卡步来发展。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咱国军又搁出代志啊！这是台中的成功岭发生射靶意外，有一个18岁的新兵，昨咧练习射击的时阵呢，这性质熊安尼弹出来去伤到伊的面。病院是表示讲，经过11点钟的手术，目前这患者性命现象是稳定，已经送去到加护病房。那事故的原因呢，军方是表示讲，初步是排除这枪的问题，目前还搁咧调查。
军方人员立即证实出错事实。台中成功岭地理发生大坝意外，一名机步23女18岁姓肖义务役士兵，当地靶场射击训练所不明环境枪击激发，造成姓肖士兵倒面碎裂。院方经过11点钟的抽丝剥茧，这个士兵性命现象稳定，也毋过脑部也有真侪块金属碎片。我把出血点都止住了，我没有看到那个金属片，我是不会去切开大脑好的大脑的表面去找那个金属片。神经就像豆腐一样，所以当这些金属碎片在散射的时候，它其实就会对我们的脑神经造成实质上的伤害。因为伤势严重，病院目前已维持生命现象稳定为目标，大约需要2礼拜观察，才会当评估后手医疗甲面部的重建。姓肖义务役士兵属于机步24女，今年5月才入伍。军方表示，迄当时所使用的是 T91步枪，进行例行性大坝射击。代志发生了后，确认事故的枪击完好，初步排除是轻工爆炸意外。我们相关的资讯，宪兵队昨天第一时间就来做侦查。是啊，那是不是其他因素？我们目前都在厘清中。军事专家指出 ，T91步枪是目前国军使用的主力枪击，初步推测并不是枪击本身出问题，也不过为这支枪支会当正兵射击研判，士兵倒面受伤有被照疑点。这代表它并不是在射击线上所发生的状况，就是不是在我们怎么开保险，然后这个正常的使用状况，在不同的姿态之下，然后就不明原因的射击。军事专家指出，军方应该对弹药甲流程全面检视，才会当进一步了解原因。军方也指出，目前内部调查，宪兵队也第23早起，步枪检察官指挥台中地检署也会立案侦办。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台北甲上海之间这双城论坛呢，本地是9月25日要来举办，也毋过即马台北市政府呢，昨是雄雄宣布要来延期。有风声讲，就是因为台北市长蒋万安呢无愿意甲中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来见面，所以互中国甲话暂停。蒋万安今仔日是做出回应，爱大家唔通胡白乱摇。这个放话的人才会编故事。那我想相关的事务性跟技术性的审查和协调都还在进行当中，所以经过前的评估，我们认为事缓则圆，所以决定不在9月举办。蒋万安表示讲，这双城论坛呢是两个城市之间的交流，办了早呢不如办了较好势，真侪细节永是需要不断来沟通，有确定才会当来办理。也若要延到当时，目前是也唔知影。台北市政府表示讲，到时阵会甲外界来公告。国际民航组织 ICAO 的这大会呢，要伫加拿大来举办。伫加拿大跨党派议员的支持之下，咱国是头一届伫因的国会来办记者会，呼吁 ICAO 应该就爱互台湾来参加。共这个时阵，第80届联合国大会呢总辩论嘛要起稿啊。这主办单位是邀请咱赖总统以录影的方式来发表演说。第80届联合国大会总辩论前前，纽约非营利组织照例伫联合国总部外口举办年度峰会，再度邀请赖总统录影发表演讲。While Taiwan is not included in the UN system, we have consistently proven through our actions that Taiwan is a reliable partner. Our position is clear: to make Taiwan even more resilient and secure, so that the global defense of democracies is even stronger. 赖总统讲，台湾愈安全，世界民主就愈坚固。上次国际民航组织 ICAO 伫加拿大明德罗举办大会，台湾行动团受加拿大跨党派众议员的支持，头届伫加拿大国会举行国际记者会，呼吁 ICAO 爱纳入台湾。Air safety knows no borders and no regions, especially one as vital as the Taiwan Strait should be managed in isolation or used as leverage in geopolitical contests. Taiwan's exclusion is not due to performance or capability deficiencies. It is about one thing and one thing only, and that is bending to Beijing's bullying, and it has to stop.
不大声拼出台湾的英文支持台湾的众议员库珀，讲加拿大是 ICAO 的主办国，应该明确表达立场。加拿大媒体讲，总理卡尼承认巴勒斯坦所对台湾加入 ICAO 点点点，分明是有两种标准。另外，两国的外交部表示讲，现阶段台湾政府也无承认巴勒斯坦的规划。政府现阶段没有承认巴勒斯坦国的规划，不过将持续关注国际情势的发展，也要呼吁巴方能够相互尊重，彼此进行友好的接触对话。关于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伫社群平台公布地图，自转甲台湾纳入中国，表示做已经承认巴勒斯坦。外交部抗议讲对台湾的主权无尊重，嘛讲期待联合国公正对待台湾，承认台湾伫国际上应该有的地位。记者综合报道。提醒大家要买这虚拟货币呢，一定要防止诈骗甲洗钱。金管会是来公布有9间业者呢，即马是有完成洗钱防治的登记，也毋过即马还阁有18间业者是无合格，所以袂当搁再来做虚拟货币。若无上久是会关到2档。也若专家呢是观察讲，这买虚拟货币的人呢，有70%拢是对这国际平台来买，因为无来管，所以恐惊是抓袂到。加密货币最近几年变做个人投资的新选择，但诈骗的案件嘛一直出来。亲像国内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北上科技，全台湾有超过40间门店，那是非法来提供虚拟资产服务，佮帮助诈骗集团来洗钱，诈骗超过12亿。为了防止洗钱，金管会即马出招，公布第一波虚拟资产立管名单，有9个业者过关，顺利来完成登记。还有18家他曾经有做过这个洗防声明，但是他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完成这个登记制的一个审查。目前完成洗钱防治登记的是包括豪华数位科技、拓远数码科技、现代财富科技，还有东亮科技等9间业者，但是嘛有18间业者，遮尔济是无通过审查的，这业者是无法度继续提供虚拟资产的服务。那提供有可能要面对2年以下的刑责。不过嘛有专家观察，这边合格的拢是各大的业者，但是台湾有70%以上的消费者是使用国际平台，拢总无防立管，和政府打砸反洗钱，恐惊有浪芳。先从案件交易量最大的地方开始去着手嘛。那只是说，目前就是国内的这些通过的名单，并不是主要台湾交易量发生的地方。所以说，如果要做完打诈跟反洗钱的最重要的一块拼图，那纳管国际交易所是势在必行。跟输赢机呢，像日本、新加坡和泰国这些国家，早都有国际平台落地，配合当地的法规，建议金管会和国际平台来沟通，而且立管，才当有效来完善台湾8科的生态。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风台的消息，这粒花甲山呢，即马已经渐渐离开台湾啦。目前陆上警报嘛已经解除，因为这海上警报呢，可能就要等到暗时才会来解啊。虽然讲这风台呢是当日离开台湾，也毋过今仔日在台湾东部也有恒春半岛，这风雨也是真大。另外嘛，因为这2日啊，就是拄上大流，所以提醒沿海就要注意海水倒急的状况。强烈风台花甲沙大大咧离开台湾往西北西的方向去，气象署拍算上近拜二暗晡会解除海上警报，不过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拜二食风的东半部有关是透风落雨，包括台东、花莲今仔拢停班停课。气象署表示，西半部嘛会落雨，到尾暗仔大台北依然的雨水会转好，不过拜三、花东、恒春半岛的雨水也是真高。今天在花莲山区、台东山区和屏东山区可能会有大豪雨或超大豪雨，这3个地方也是我们列为降雨警戒的区域，这些地方可能会有超大豪雨出现，请这边的朋友们要特别的小心。另外，在花东的平地、宜兰山区、高雄山区可能会有豪雨或大豪雨。昨是旧日初一，佮拄着风台来，一寡所在嘛有海水倒急的情形。气象署拜二有针对台东沿海、屏东沿海发布大鹰警告，会出现10米悬的鹰，其他地区嘛有2米至3米悬。气象署提醒民众，因为风台拄上大流，满流的是中南部沿海和地势较低的所在，就要注意海水倒急和积水淹水的状况。今天在台湾海峡南部、巴士海峡还是可能有6到7米的浪高，其他在北部海面、东半部海面有3到5米的浪高，而其他们也提到这些海面风浪也会比较大。那当然，随着台风渐渐离开，这浪的状况稍微的缓和，但提醒大家仍旧有长浪的情形。气
气象署表示，要到拜五雨水才明显转好，除了华东地区恒春半岛会落地渐顺雨，其他各地是恢复过道雷公雨的形态。气象署嘛指出，菲律宾东边海面也是有热带扰动是当地发展，也毋过未来影响台湾的几率无悬。记者卢尚如、郑春游台北报道。好，继续来看这台东南回地区呢，即马是一阵风一阵雨。伫达林乡的安宿村呢，有10户主体，这铁厝的厝顶互风甲扇歹去，你是这风雨是有较弱啊。所以南回公路一寡有经性封起来的路段呢，即马已经陆续来开放通行。也毋过有真侪搭呢是互这土石甲砍掉咧，所以交通受到阻碍。达林乡安宿村复兴路，即几排的铁厝厝挂拢规个翘起来。民众讲，迄当阵还阁落大雨，家具甲衫拢湿了了。透早天光才会当整理家园。居民讲，饭店过点外，风雄雄爽爽叫，厝挂就规安尼翘起来。有10户拢是同款的情形，毋过对面的厝煞是完全拢无解着，因为达仁乡7月份捌出现假雷仔风，居民咧要讲，即个有可能阁是假雷仔风造成因的厝受损。风一进来就一刹那就这样子把那个房子屋顶都掀开了。玻璃一直震动啊，有起风了，挡住都挡不住。咱若伫金峰乡嘉兰村、甲太麻里乡乡兰村的居民，因为山区2天累积的雨量超过400毫米，太麻里溪溪水规个涨起来，这些村民拢真注意水位的情形，因为烦恼的崩花是规暝拢困袂去。知道这个湾区的关系那个河水很容易往这边冲。昨天那边那个提往那个路淹水现在有冲掉，它这边也带出去了。目前台东县还是咧落大雨，不过南回公路22暗时已经成封起来金轮大桥，甲部分管制的路段23已经开放，不过也是提醒民众驶车就要细致。另外，台东市的海滨公园因为海涌甲大粒的石头甲水流茶拍起来甲大路的，呼吁民众暂时莫跨过。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主计总处公布8月的失业率是3.45%，这个数字呢是比7月还阁较侪，也是最近这一档以来上界悬的记录。因是表示讲，这失业率偏悬，除了毕业生找头路以外，减班休困的人嘛变侪啊。这嘛显示对顶关税的影响已经豆啊开始出来啊。每一年8月，拢有袂少大学的毕业生准备要出社会。根据主计总处的统计，国内失业率已经连续3个月加悬，8月份欠悬到3.45%。背后的原因包括毕业生投入工课场，和失业率加悬，也有关税影响嘛出现。如果今年的9月、10月出现异常的失业率，反而较8月、7月上升的话，那可能就是关税的冲击确实反映在台湾的这个就业市场。根据主计总处的调查，8月份的失业率毋但比7月份较悬，嘛是这1年来的新悬。无头路的人数是41.500人，比7月份增加6000人。遐若工时不足就业的人数有12.100人，一个月增加4000人，创下今年以来的新悬。若是为失业的年岁分布来看，20岁至24岁毕业生占12.08%，25岁至29岁占5.92%，30岁至34岁是3.26%。目前看起来就是说，整个的这个供应链是受到这个对等关税的一个冲击跟影响了哈。那这个订单的能见度实在是比较有限哈。那因此呢，在近期的未来，大概就业市场的复苏，乐观的成分不多。专家分析，那以目前外销主要的货品来看，高科技的产品也是占较大盘，传统产业的煞是土。不过，因为咱国劳动市场是以中小企业甲传统产业占较侪，所抵关税对就业的影响，恐惊还会持续落去。记者综合报道。这老师除了教册以外，还阁有一寡监视的代志爱做。这全教总呢是表示讲，18档来监视人员的这个工钱呢，才起19%尔，对3000块调悬到3500通块，所以呼吁教育部就爱调悬工钱。若教育部是回应讲，明年各种的会考都会来调升。长期以来，学校的老师唔但爱教册，也爱配合教育部的委托，像高中考国中、老师争取等等。但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表示，长期这的考试拢会找老师来斗3工。调查发现，有95%的老师认为工钱伤少，也无法度补休假。有85%的老师认为说是找不到监考老师，足够监考老师的，因为大家不愿意去，就是在利用周末在这么微薄薪水之下去做这样的工作，又没有补休。全教总认为物价直直起，
但是老师协助办理的考试工钱，不管是事务人员也是监测人员，拢无对咧起。对民国96年到114年，平均才调悬10%至20%，像监测人员才调升19%，对3000块调整到3575块，全教总呼吁教育部应该爱检讨。教育部是全国老师的一个最高的一个主管机关，应该要率先在这种全国性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上面，去尊重专业，提高专业该有的待遇。教育部是回应讲有听到基层老师的心声，所以115年国中考高中的会考已经将监测人员、特殊考试场的工作人员调悬工资。监测人员调悬到3850块，特殊市场的监测费调升到5180块，未来嘛会继续争取调悬。记者陈心彤、谢桂玲台北报道。真侪人拢瘾耍手机啊！即马日本爱知县的方明市呢，因是来通过限制使用手机的自治条例，建议除了上班上课呢，一天干会当用手机2点钟。伫路的定定当看到袂少人伫路边使用手机进行。日本爱知县方明市市长小福正典感觉学生囡仔甲上班族群，逐工使用手机平板也是游戏机的时间上久，致使困眠加亲人开讲的时间上短，影响身心的健康。进行提出限制使用手机的自治条例，希望全市除了工作学习做厝内佚佗以外，一天敢会当使用手機2點鐘。対象となるのは全ての市民と市内の学校に通う18歳未満の子どもで、子どもの使用については小学生以下は午後9時まで、中学生以上は午後10時までとする時間帯の目安も盛り込まれ。這個草案第10日進入市議會審議，引起網絡一寡批評，認為無實在。不過市長嘛回應，表示2點鐘的限制措施不是強制規定，是希望甲建議的意思。就算違反，嘛未受到實際的處罰。不少議員因為安尼支持通過條例，認為對改善生活模式提供方向，讓民眾重新思考手機的意義。一方、反対の議員からは、条例は重たいもので、私生活にまで踏み込むことは恐ろしいなどの意見が出され、採決では賛否が同数となりましたが、委員長の判断で可決されました。英國鄉村縣捌伫2020年制定驗網絡遊戲的對策條例，限制未滿18歲的學生一天耍遊戲的時間，平常時限制60分，假日限制90分。家長有義務看顧囡仔愛遵守。安尼方便市這個法案第2日進入議員表決流程，9月19個議員出席，以12票多數通過，並制定通過相關附帶決議，10月開始實施，也正做全國頭一個以全部市民做對象，限制手機時間的城市。公視新聞陳思彤編譯。或者風台長咧過，提醒大家要愛注意風災啊！來關心下半晡各地頭的溫度。北部地區28度到31度，中部地區是27度到32度，南部地區27度到31度，東部地區是26度到29度。那外島地區27度到39度，也有未來3天的氣象。以上就是這則中晝新聞，感謝你的收看，明仔載同一時間咱再相會。